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2020年8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搁15节。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。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。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悔改。咱昨有讲到欠上帝的债。牧师也有强调讲，迄是一种心态，并毋是实际欠债的状况。其实，上帝并无爱咱有伊欠债的即种的压力，但是确实需要有改变的生命，并且这个是出自内心的自发性的作为。若毋是出自内心即种自发性的作为的时阵，无叫做悔改，迄叫做认罪。通常认罪需要付出刑罚的代价，或者是讲受罚啦、受被关啦。悔改呢？悔改通常是爱附带着实践改变的生命的行为，亲像咱伫头前所讲的迄个后面这个悔改是自发性的，通常生命改变的几率较大，或者是讲较有意愿要去改变。头前这个咱讲被逼的，通常是会闪就闪啦吼，会当免就免的心态啦。咱对于旧约创世纪32章看见雅各整个的故事，讲着伊伫阿舅的家安尼有去互骗21担的年月安尼甲伊工作的这个工钱，然后当伊决定要转去伊真正得出来的所在，就是伊欺骗所得罪阿兄所住迄个所在。伊既然决定要转去，伊就预备济的礼物来表达伊的认罪。虽然咱依然看见着经文的记载，伊依然有迄种真敖算的心态。伊为着惊伊去互哥哥来报复，所以除了祈祷上帝的保守以外，伊事先安排几队礼物伫咧头前。伊想讲，万一因阿兄以扫若无原谅伊的话伊还阁有机会通逃走安尼吼。虽然安尼，雅各依然表达着伊最高的抱歉之意，伊的悔改的心，伊将这礼物来摆咧伫头前。基督徒对上帝表达心意的礼物到底是甚物货？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本无爱咱的祭物，伊若爱，我就献上。烧祭伊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。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无要看见。这是记载伫诗篇51篇第16节到17节。咱所真熟悉大笔的认罪悔改的诗篇。大笔也伫迄个诗篇40篇第6节安尼讲着，讲祭物甲礼物你拢无欢喜。你已经开我的耳孔，烧祭甲赎罪祭，毋是你所要爱的。上帝无爱遮的祭物，上帝爱啥物货？拄则经文甲咱讲，你已经开我的耳孔，迄个意思是讲，已经听见上帝的声，上帝的教示，然后当然是爱改变啦吼。我一直咧想啦检查即个以扫所看重的嘛，毋是遐个礼物，当然迄是雅各家己咧想象，也是咧烦恼的，所以将礼物摆伫头前。我相信以扫所看重的是伊这失散已经真久的小弟倒转来。上帝所伫意的，就是亲像安尼，是咱真正悔改的心。毋是要爱咱献上甚物好的祭物礼物。伫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的这个讲道中间，伊劝勉大家人，伊讲你每一个人拢爱悔改，
并且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倘若互恁的罪得的赦免，恁就会领受上帝所赏赐恁的圣神。因为上帝应允是要互所有咱的主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就是恁的儿女，甲一切伫远远的人。这人就悔改，就接受洗礼，然后就过着一个上帝所欢喜的这种团契的生活。因自集做伙，伫遐见证因悔改的生命。特别咱会当对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2节到47节的经文来看见因所实践这个生命，因互上帝欢喜。上帝也将这个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伫因的中间。咱伫拄过去这个8月初这个周末，看见一个消息，伫德国有对德国各所在来超过10000人的抗议者，组织伫德国的柏林来抗议这个防疫的措施。当然，这个就是咱所知影的，就是挂喙南这项代志。因讲安尼的措施是违反人权。听讲已经有传出袂少人伫即摆的组织的中间染病，或者是咱会应该安尼讲，因原本就已经染病，但是佫去参加这个抗议，而且照因的主张，因拢无带喙南。过来到底有偌侪人会着病，其实是足侪人在烦恼的代志。照咱对德国的宗教调查，宗教人口的调查，德国咱知伊是用基督宗教立国的国家，其中用天主教最大宗新教是第2。东正教只有差不多3% 的比率尔。根据一个2016年的统计资料，伫德国的基督宗教占总人数将近 60%。老师想要来表达的是讲，伫用安尼的比例去算，抗议的17000人中间，一定有袂少。是自称做基督徒，上概无，若照比率来看，差不多10000啦吼。因真正有悔改的心吗？因真正有领受基督这种疼人的诫命吗？因有将家己的性命来摆上，这真正值得咱的深思的代志。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2020年8月4号，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还有15节；创世纪32章第3到21节；使徒行传第2章37到47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悔改。我们接续昨天谈的，我们提到了欠上帝的债。牧师强调，那个是一种心态，而非实际欠债的一种状态。上帝并不是要我们向他有那种欠债的压力，但确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改变的生命，并且是出自于内心自发性的作为。若不是出自于内心自发性的作为，应该就不叫做悔改，是叫做认罪。通常在认罪上面呢，我们知道都需要付上行者的代价，或是被罚，或是被关。那么悔改呢，是需要有实际改变了生命的行为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后者是自发性的，通常生命是改变的几率呢是比较大的，或者是说自发性的人，他愿意改进的意愿比较高。那前面所说的呢，是被迫的，通常是能闪就闪，能免就免的那种心态。
我们从创世纪的经文里面看到雅各，他逃难到了这个舅舅的家里，后来被他舅舅讹诈了21年的岁月，还有工钱。后来他决定要离开，然后回到他所逃难出来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所欺骗、他所得罪的哥哥所住的地方。那既然决定要回去，他就预备了许多的礼物来表达他的认罪。当然，他仍然不改他的本性仍然有自己的算计，因为他害怕被哥哥报复，所以除了祷告上帝的保守之外呢，他还事先安排了几对这个礼物排列在先。他心里在想，万一他的哥哥以扫不原谅他的话，那他还有机会可以逃跑虽然如此，他还是表达了最高的歉意、悔改之心，将这个礼物呢奉上来送给他的哥哥。基督徒对上帝表达心意的礼物到底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。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、很著名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诗篇第51篇16节到17节。这是大卫的认罪悔改的诗篇。另外，大卫也在诗篇第40篇第6节这样说道：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是的，上帝不要这些祭物，那么上帝是要什么呢？我们或许可以想一想，牧师一直在猜想如果以扫的话，他是不是因为看中这些礼物呢？牧师认为他应该在意的不是那些礼物，而是那一位失散已久的这个弟弟已经回来了。就像上帝在意我们真正的悔改的心，而不是我们献上了什么样的祭物给他。使徒行传第2章在彼得的讲道当中，他劝勉大家，他说：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，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的主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。这些人就悔改啦，就接受了洗礼然后就过着让上帝欢喜的团契生活，见证了他们悔改的生命。特别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章的42节到47节的经文看到，这些人开始过着或是说实践出来他们的生命，让上帝所欢喜，也让上帝也将这个得救的人呢，日日加添在他们的当中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抗议无独有偶的，在上个周末呢，8月初的这个周末，在德国有从德国各地来的超过上万人的人聚集在柏林，他们来抗议这个防疫措施。我想我们都已经大概了解了，他们当然是对戴口罩的问题很反感。他们说这样的措施是违反人权。据说呢，已经传出不少人因为这一次的聚集而染病，或是更精确的说，有很多原本就染病的人又去参加了抗议，并且就如同他们的主张一样，他们没有戴口罩。现在很多的人都开始担心了，再过几天不知道有多少的确诊人数要发生了。有一件事情牧师想要在这边提，就是说我们知道德国是以基督教
宗教立国的，其中以天主教的人数为大宗，新教是第二多的，那东正教只有不到3%。根据一份2016年的统计，基督宗教占了德国总人口数将近60%。牧师想要表达的是，在这个1.7万人的抗议的人群当中，一定有不少的所谓的基督徒。如果按照比例去算的话，超过1万人。那牧师要问的是，他们真的有悔改的心吗？他们真的有领受到基督爱人的诫命吗？他们有将自己的生命愿意摆上吗？值得我们深思。